吃点好的。爸爸，叔叔阿姨不给我双击，会给你双击啊！快点跟叔叔阿姨要一个。叔叔阿姨给我爸爸一个双击和关注吧。给就给一个吧，老铁们，这一锅花了我5千大米，能不能给我500双击？老铁们，谢谢你们了，给就给一个吧，谢谢，谢谢叔叔阿姨，谢谢了，谢谢。进港了，儿子也来了，咱做上一锅小海鲜，面包馅啊，面包馅，鲜活的，鲜活的。放点生抽，放点香醋，再放点料酒啊，翻炒几下。儿子想吃吗？不想吃。为什么呀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也不给我双击。会给的，叔叔阿姨哥姐会给的。给爸再要一次。叔叔阿姨给我爸爸一个双击和关注吧，谢谢了。哥姐们给就给一个吧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盖上锅盖啊，海鲜熟了啊，面包馅，大扇贝。儿子想吃吗？不想吃。怎么了？海鲜太贵了，叔叔阿姨也不给我双击。叔叔阿姨会给的啊，你跟叔叔阿姨要一个。叔叔阿姨给我爸爸一个双击吧。给就给一个吧，给孩子一个，谢谢你们了，特别肥啊！来，儿子吃点。来，行吧？谢谢叔叔阿姨给的双击，看看会不会有谢谢你们的双击啊，谢谢你们支持，非常非常感谢，谢谢。来吧，老铁，昨天没有煤气了，今天咱接着煮。儿子想不想吃？想吃给爸要个双击。叔叔阿姨给我爸爸一个双击和关注吧。谢谢老铁们，给就给一个吧，孩子都要了，麻烦你给一个，谢谢。渔船进港了，咱煮上海鲜一小锅，葱姜蒜爆香。爸爸，我不想吃海鲜了，怎么了？腿疼，我想回家。给咱吃完就回去，好吧，孩子。面包馅啊，做个馅，海螺、大窝头，放点生抽提色，放点料酒去腥，放点陈醋提香啊，提香。翻炒2下，儿子想吃吗？给爸要个双击呗。叔叔阿姨给我爸爸一个双击吧。给就给一个吧，给孩子一个。今天在学校摔了一跤，所以腿疼，咱带他吃完饭，等会就回去啊。哥哥姐就给一个吧，给孩子一个。谢谢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，谢谢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。谢谢你们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双击。盖上锅盖啊。来，孩子，有大米。爸爸，我不想吃海鲜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叔叔阿姨也不给我双击。叔叔阿姨会给的啊，你跟叔叔阿姨要一个。叔叔阿姨给我爸爸一个双击吧。给就给一个吧，给孩子一个。谢谢你们了，给孩子一个。来，吃吧啊，吃。叔叔阿姨会给的啊，吃吧。小孩子就得哄着点，给就给一个吧，哥哥姐姐们，谢谢了。是吧？香不香？行。叔叔阿姨会给的啊，吃吧，来，吃吧。谢谢你们的双击啊，谢谢叔叔阿姨，谢谢叔叔阿姨。谢谢。谢谢。